圣贤皆寂寞，无求寂寞，寂寞无酒啊。先生诗才丰沛，若随身死，岂非可惜？大限将至，可惜，又能如何？何不让在下将先生元神炼就成笔？才子心放，诗随神书，心不死，则诗才不灭。酒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大鹏飞兮，振八翼；中天摧兮，力不弃。好一款青莲笔！太白笔意自似难测，再见笔灵，却不知是何时了。苍快已如天一阙，不问今夕是何年。淡然逍遥在人间，走过前世无梦梦。世人皆在看梦中，念波长空，扶摇直上震苍穹。另个真容，我一笔写爱恨缱绻，文字隽永，我一笔皆变因果夙愿。对酒当歌，看我自如临近红线，故意如烟，为之于三千。扶摇一别，摇尽晨光，明月送竹简，遇上青天，残星北斗，劈山月之巅，风落苍间，却能可成关入二三卷，无笔无人生一夜间。我叫罗中夏，是华夏大学的大一学生。偏科理工男一夜之间获得李牌 SSR， 母胎单身狗奇遇被女神 solo， 这两件事看似不可能，却都在我身上成为了可能。而这一切发生的契机，只不过是我天真的相信了校园网的网速。等我能刷新进入选修课页面的时候，就只剩这门无聊的国学课能选了。好，都到齐了，开始上课吧。所谓诗，言志、抒情，贵在用词精妙。这老我们现在每次上课都拿着根毛笔写来写去，都是从想多宝贝诗似的。词中衍生而来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我们就从装模作样给谁看唐诗开始。那位转笔的同学，你知道“白发千丈”这个词出自哪里吗？它出自王者荣耀游戏。游戏玩傻了吧？这样。老师，白发千丈出自李太白的《秋浦歌》。白发3000丈，缘愁似个长。这位同学，你懂不懂尊师重道啊？竟然在课堂上随便捣乱，快点向居老师道歉。我哪儿捣乱了？回答错了也不行吗？你干嘛呀？什么都不懂，
就别胡说八道。快点向居老师道歉！放开我！贝子 ，no！ 谁说我什么都不懂？这一招就叫完璧归赵。这可是老师最宝贝的一支笔。我看你这招还是叫完犊子吧。本来以为稀里糊涂混完这门课，把学分拿到手就行了，怎么这么难呀？老师无聊也就算了，还总喜欢揪人回答问题。一个选修课，你认真个什么劲儿？至于吗？最可恨的是，班上还有这个叫郑和的混蛋，总靠挤兑别人显摆自己。什么书香世家，不就是会背几首诗吗？今天你也别想全身而退。老师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竟然有人不珍惜学习的机会，我心里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才没有忍住。只要能让罗中夏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哎呀，竟然以退为进，把自己全摘出去了。你是这门课的课代表，维持课堂秩序，那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居老10年不任教了，好不容易再次出山，却在我校遭遇这种待遇，你对得起老先生吗？这传出去，让各大高校怎么看？让学界怎么看？这锅也太大了吧！我看呢，你这门课也别上了，直接挂科得了。档案里也要记个大过，长长记性。什么呀？到现在都认识不到错误，学生没个学生样，干脆退学回家算了。我错了，记过就够我受的了。不就是服个软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。罗同学，你知道你踩坏的是支什么笔吗？不会还要让我赔钱吧？此笔名叫波罗七雕管狼毫笔，是用牛角为笔杆，其以波罗色，用的是辽尾狼毫，不是寻常之物。此笔虽然贵重，也不算是稀罕之物，旧货市场时有踪影。说这么多我也听不懂，您直接开个价得了。如果你能替我淘来支和他一样的毛笔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啊？一笔勾销？居老这是何意呀？为人师，重点在教不在罚。毛笔是四德之物，他在淘的过程中自然能明白许多事理。到时候我能得到笔，他可以修身养性，两全其美啊。虽然没太听懂，但搞支笔而已，总比机构要强吧？强个头啊！哎呀，老板，您一拿起这瓶儿来，我就知道您懂行。这几大官窑都产不出来这样的成色呀！我都跑了不下10个旧货市场了，连什么菠萝笔的毛都没见到。那居老头，该不会早就知道这玩意儿根本没地儿买，故意折磨我、折腾我吧？最后交不了差，照样记过。凭什么？
哎，小兄弟，看笔吗？我这儿有几支笔，可都是上乘。上乘啊，拿来看看。哎，您看看这支上好的宣笔，七子三阳，正宗的清宫内府所制。不感兴趣。哎，小伙子，我这儿还有好东西呢，你别急，我给你找找啊。这可是我这压箱底的祖传好笔。正好。哎，您别走啊，再看看这支，干嘛？地地道道的王一经斋初代王氏制的鼠须笔。您看这笔毫，四德俱全。哎呀，哎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您别走啊，我这还有呢，这是鼠须的，鼠须笔呀。他来这儿干什么？难道是？赵叔叔，哎呦，郑公子来了，哎，快请进。啊？哎呀，这波罗七雕管狼毫笔，我店里确实没有，不过已经托人去打听了。啊，是吗？谢谢赵叔叔。哎，小事儿。那个冒失鬼哪懂什么毛笔呀？还是得靠我帮居老师找才行。啊！呸！好你个郑和，果然是想拿着笔去献殷勤，给居老头溜须拍马，顺便再踩我一脚呗。哼！哎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是吗？在哪儿？啊，我看看啊。哦，在南城玉山路的长春旧货店。嗯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要帮我呀！太好了，估计那没头苍蝇现在还在乱转呢。哎，赵叔叔，我请您吃个午饭吧，然后咱们再去也来得及。嘿嘿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喽。嘿。菠萝毛笔，我来了。有人在吗？有事吗？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，竟然开了这样一家全是好东西的店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店主是我爷爷，我只是在帮他看店。啊，听说你们这里有卖菠萝七雕管狼毫笔，能不能拿给我看看啊？有，稍等。是这只吗？啊，是的，就是的！我太不容易了。只许看，不许碰。你想买的话，要等我爷爷回来估完价才行。我就拿着盒子看看。哎，这盒子也太凉了，难道文玩也要冷冻保存吗？
郑和这小子来这么快。哦，店里还有别的客人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哦，哎，我是诸葛长青，请问韦世然老先生在吗？请你离开，这儿不欢迎你。都是同道中人，有必要这么冷淡吗？哼，原来就是只下等的狼嚎啊！这次怎能完璧归那个赵了？我知道你们把它藏起来了，快交给我！快拿出来！我可没有不打女人这种臭毛病。哎，喂，就算买不到东西，也不能打女人嘛！滚开，草包！哎呀！什么情况？别乱跑！我没有。哼，小荣姑娘，多谢馈赠，代我向韦老先生问好。一会儿老实待着。哦。我会怕你几片轻飘飘的雪吗？这啥呀？永续笔。逼我的凌云笔，我可能疯了。别以为只有你有笔灵，乖乖认输吧。我接下来的手段你会吃不消的。把笔留下，你可以走。做梦！不好！混蛋，把笔退出来！什么？云清清兮玉宇，水淡淡兮生烟。上虚，去死吧！他跑了，你怎么样？刚才这会儿我要断片了。
如烟，似烟无知飞溅，笔墨成书简。红尘白驹过隙匆匆。